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洪一奎，我是小主播蚊子，我是小主播阿梦。欢迎收看这礼拜4月四天谱。今日新年除夕是儿童节啊！生日祝福所有的观众朋友，儿童节快乐！儿童节的由来有人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很多小孩子就去很小的时候就要帮家里赚钱，所以就去做童工。全球的会议就说他们要帮小孩争取幸福之类的。那儿童节最先想到要玩乐的地方，你们直觉的答案是什么？儿童新乐园。哈哈哈哈！所以小时间谱两只礼拜也做一只特别的专题报道，到底你只儿童乐园叫乜嘅历史，繼續開始嘅強下來看呢台 VCR。一講到兒童樂園，唔會想到乜嘅呢？旋轉木馬、音樂家 BB， 還有衝來衝去嘅碰碰茶。一到娛樂賽事，唔但唱當好教，一到睇完賽事，啲也咪要當跳樂嘅飛機。加遊樂園慶用嘅來呢？而係啲英國發展出來嘅，前奏係一種從上游展覽嘅發通，一年敞開放8年，發通結束就插台，各種賽事同表演都當簡單。一切到19世紀，因為機器同工藝技術嘅進步。遊樂園開始有為無限率，現在冇乜一定要睇有為天堂嘅遊樂設施。到為1934年，台灣頭一籌劃兒童樂園，就喺台北現在成立嘅。上行還有台灣頭一籌劃動物園。哇，研究之前嘅哦。冇唔錯㗎，公社遊樂設施也看起來可能唔係按照嘅按好㗎。唔過話對公社小朋友來講，已經係變了天朝就會去嘅遊樂天堂哦。2014年，國府為80年的圓山兒童樂園推下來嘅，第4年成立嘅兒童新樂園正式啟用嘅。鴉片唔但搶有好高嘅器材，美國客戶寫我嘅需求哦。冇工作時代嘅小朋友都要入幾隻時代嘅兒童樂園，冇改變呢，就係大家啲亞地都會享樂同瀟灑。對，剛才你可能讓偏地圖佢講嘅係台北市一區域到新年兒童樂園，冇其實全台各地很有所講嘅乜嘅1369各種嘅樂園。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們的兒童樂園的經驗？比方說你們最喜歡的遊樂設施是哪一類的？那為什麼會喜歡它？我喜歡六福村的笑傲飛鷹，類似雲霄飛車，但它是一個 U 字形的東西，然後它就是從底下然後衝上去，然後雖然那時候頭很暈，但是你會感受到一種快感，很刺激，然後就很大的聲響，然後很震撼，然後你就被它推上去這樣。你玩的時候啊，一邊尖叫一邊玩嗎？就是大家就想用那個感覺，然後就一直叫，一直叫，一直叫，所以越叫就感覺越興奮。對。阿夢呢？你喜歡什麼？就是六福村的老油井跟風火輪都很像。老油井是這樣子，很像海盜船的那個這樣動動，然後再轉360度上去。你的好玩是來自於什麼？聽人家尖叫的聲音。那你自己呢？你自己也跟着尖叫？我沒有尖叫。你沒有尖叫，那還不簡單？你就在下面，你根本連買票都不用進去，你在旁邊聽他們尖叫，你就可以享受那個快感了。刺激跟尖叫聲。所以你還是要親自去體驗，對不對？那你哋這禮拜後，也為大家準備的新年台北兒童樂園，其實有乜個特色？先來看一下這禮拜4月台語題。記者們現在位於台北市立兒童新樂園的大門口外，等一下我們就要幫他做健康檢查嘍。4天譜 ，Let's go！ 人哋設計者做嚟講都係頭一擺來兒童新樂園，大三年都險嘟嘟嘅，想去好好嘅來搞。順勢嘅，我留佢做抗健檢查哦。順來，佢就發現嘅哪條問題咯？電，愛電，行愛電。看那個原本只要排1圈，就它是排2、3圈這樣子，結果以為會上去玩個3至5分鐘，結果1分鐘下來，就覺得很心不甘情不願。
场，本以为会多好玩，很好玩，就很多设施很刺激这样。可是来这边有点那个小小的伤心的感觉，因为人真的太多了。人会这么多的原因，我觉得是儿童乐园太少。如果儿童乐园多一点，就是大家都会有不太一样的选择，不一定要拘泥说，我今天只想去新儿童乐园，也可以说今天想要去儿童乐园，明天想要去什么地方什么之类的。这东西没有简单。到位是主时间，这几只提回来想到位就是薯条，没想到食材太贵耶，这几只去到位美食街，结果竟然是很多人。到底要吃什么？我知道，我要疯了，太贵，就是找不到好吃，都是太贵。某啲美食街食咧，大家跟我去亲家皮耶便利手表，没想到没有摆列嘞。本来想要买那个楼上的那个餐馆的薯条，太贵了，一份要80，那营养70，不用玩了。但是有加，所以就罗顿上买便利商店就可以吃了。我没看过，要去 7 还要排队，刚好排一排就。爱摆列嘅便利手表，本区嘅东西都卖强强嘅，也咪係新到嘅呢新景點麼？哦，到儿童乐园玩整整一天，还真是不错的儿童节礼物啊！虽然里面我听到有什么等，就是等再等继续等，还有不少的抱怨。两位从实招来，究竟去儿童乐园你们的这个感觉怎么样？快不快乐？幸不幸福？如果用0分到10分来为你们这一趟的经验打个分数，麻烦请作答。会给几分呢？太好玩了。10分都不够给，还是没什么嘛，有太多人，然后到处人挤人，很不舒服。来，我们来看两位的分数。蚊子打的是7分，阿梦打的是一个手指头，是6分的哈。阿梦打的是6分。6分是它还蛮好玩的。被扣分的原因，第一个是人太多，第二个是太贵。太贵，吃东西的时候特别贵。对，游乐设施倒还好，一箱20块，你觉得是合理的吗？其实蚊子给的分数，我觉得算是高的。会吗？7分，我觉得还不错啊。因为前面光看我们那个 VCR 的观众可能会以为儿童乐园不好玩，然后又很挤。可是你给的评价算高的，是根据什么？就是它的设计蛮新潮的，然后还有它的厕所很干净，很香。但厕所要不要排队排很久？不用，因为有很多间，然后又玩到不想上厕所的。哦，所以都不想这个上厕所。这一点我们可能要给儿童新乐园一个鼓励哈，厕所的空间很充足，而且它的环境维持得很干净。假设除了这些之外，讲一个你对于这个新的儿童乐园印象最深刻的会是什么？阿梦？我觉得是那个自由落体，像六福村，它的自由落体是大怒神，然后它就一上去，然后下来就没有了，然后它上去，然后下一点点，然后再上去，再下来，多段式的刺激。对。OK， 那蚊子呢？海盗船吧。海盗船。那样的快乐来自于什么？来自于就是快感、刺激跟快感，因为我是比较散漫的人，所以会压力会。就是对我来说会比较大，然后就会有些想要释放的感觉。一个12岁的国小女孩，这个蚊子能有什么压力？蚊子就是因为我很散漫啊，所以学校是没有问题，就是安亲班的部分，就是散漫到老师会一直催，然后我就是会一直跟同学聊天嘛。就想要释放我的，因为我觉得在安亲班就是一个空间，让我跟同学有互动，然后不只是写功课，然后跟写评量。安亲班有很多同学私底下跟我讲说老师太严格，或是他们都会说，我好痛苦。所以不是只有你有这种感觉。对。这样，心里所听听，健康身份地图也就安泰的阿伯是来自下课之后安亲班，比较问题啊，大家小朋友家长到安亲班可能好好的思考一下。当然，俺讲到对 Q 刺激就是刺激的感觉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反面的例子。假设追求刺激，它某种程度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的话，那这样的刺激你愿意尝试吗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则新闻。
今天5公頃是咧22日起嘅兒童線落閘，持專員期間竟然不應調教，發現年滿嘅叢林配合樹木鋼索斷鐵的問題。這個東西是一個個案，就是說呢，它這張力面積安裝不當呢，它把這個鋼纜卡住的，就把它卡住的。所以呢，在9天密集的測試中呢，可能那個時候呢，那個對鋼纜產生損傷，而使它鋼纜產生破壞。一個小孩子安全呢，不然的話來這邊玩得開心，不然發生什麼意外的話，真的很不好。然而鋼索問題，佢冇掹到2個禮拜之後，魔法相機飛出又傳出莫大流油事件。越看有這件嘅公安之外，就算小朋友喺你當上嚟搞，我家長啥都稍微受理。關於這個兒童新樂園鋼索斷裂跟這個雲霄飛車馬達壞掉的新聞，是你們去了兒童新樂園之後，我們才讓你們看。究竟對你們而言，因為這個影片當中訪問都是家長，他們會擔心小孩子的安危。你們自己呢？你會對於那個危險有所擔心嗎？阿夢？就我去碧旅看六福村的笑傲飞鹰的時候，我看他直接衝上去，超可怕的。如果他的安全帶斷掉怎麼辦？我就會怕，所以我就沒有做。我覺得還好，因為你要上去之前，你會覺得很刺激，完全都不會考慮到安全問題，因為你腦袋裡那時候已經空白了。如果照蚊子這樣講，實際去玩的兒童樂園玩的當然是兒童，卻沒有把最重要的安全放入腦袋，因為腦袋已經一片空白了。那究竟安全這件事情，阿夢在乎嗎？我覺得我會啦，但是如果是其他小孩，我覺得都是爸媽得擔心。要有人跟你說，你才會顧慮到那種東西吧。我覺得是我自己的感受。所以安不安全，兒童新樂園怎麼樣去玩才不會有危險？我們就一起來看這個星期的社會摸爛台。這邊我們要請教你幾個問題，有關兒童新樂園的。有些遊樂設施，像我剛才去做那個吼樹屋，然後這些如果就是那個繩索只有幾條在拉，然後如果是16個比較重的人坐上去，那會不會有一些安全性的危險？我們不是靠那2條鋼索在拉，我們是裡面其實就有油壓鋼在做頂升的工作。那另外一個部分呢，針對重量如果超重的話，它的機器設計本來就有一個警訊出來，如果你真的做得太重，那你的機器就會，我們的設施呢就會有警訊，就會停止運轉。你們這些遊樂設施就多久維修一次？我們遊樂設施呢，每天晚上結束營運後都會做維護保養。另外呢，每週1都是我們園區的維修保養日。所有遊樂設施呢都會做一次的整體性的一個保養。老主任做題採訪，社會要有請嘅當關心遊樂空間有安全無虞林阿姨，而老人聽清楚有哪啲安全方面嘅問題係會注意嘅。為了照顧孩子安全，最好一開始就做圓的。而不是後來我們要用好多的這個來加強，這個一段時間很容易就硬掉了。實際上這個門有什麼危險？你們如果在學校裡邊，外邊是走廊，如果你的教室門是推開來的，會發生什麼事？答對了，可是走廊就很多人在走啊，那這邊的門也有這個問題啊。那當時阿姨希望說她能夠改善，她說沒有辦法，因為考慮到這個是防火的門。那防火區劃一定要用這種門，可是如果被這種門撞到會怎麼樣？很危險，所以阿姨就請他們說，那請你們每一天都把門都打開來，否則的話門沒打開來的話，每一個小朋友只要一推開來，外邊的人就被撞到了。猜猜看，這種欄杆中間的縫隙要幾公分？15公分。8公分。為什麼8公分？因為幼稚園小朋友的肩膀是8.9，所以你要比8.9還要小，所以是8公分。所以那所有的每一圈的欄杆都要被限制在8公分。台牌、欄杆、門，哇，要按多數才愛注意哦。
地当到小朋友平常时会去教会做菜，有看到也得要注意安全的洗蔬菜么？大家好，我今天要讲的是世界各地的儿童节。在巴西，儿童节跟全国防疫日是同一天的，所以说医生可以免费帮小孩子看病。而在伊斯兰国家，儿童节又被人称作为糖果节。那天，小孩可以跟大人要糖果，而且大人还不可以拒绝。而在瑞典，儿童节又分为男孩节以及女孩节2种。男孩节又被人称作为龙虾节，象征着男孩要像龙虾一样勇敢坚强；而女孩节，女孩要扮演着女神，要帮助其他的小朋友。18歲學行要夾夾進來哦。台北本来就那么小，然后又盖房子，又变更小，但是又吸引更多人进来住，那是不是更多的小孩就会需要更多的游乐器材要那个选择？所以我觉得台北空的地都要来建小孩子的游乐器材，因为乡下就是他们到处都可以玩，因为都是空地，但是台北不是，都是那个大楼，所以我觉得台北小孩以后会变得很胖。有鉴于刚才在 VCR 当中蚊子说的，住在城市的小孩子游戏的空间、玩乐的空间不足，我们就拜托蚊子到班上帮我们做了一个调查。那蚊子很用心，他访问了15个小朋友。那看了这个，我除了2个我觉得比较好玩，就是说我问他们去哪里玩、做些什么事，有2个人是讲说去，一个是看眼科，一个是看牙科了。所以可见你的同学第一看医生可能也是玩乐的一种。那15个人当中，只有3个人、3个小朋友、3个同学是可以自己出去玩的。那2个去西门町，我想可能是去逛街、去买东西 shopping。那一个他写跟爸爸钓虾，那不是跟朋友。另外一个逗号之后他写说单车女朋友，我不知道是跟女朋友去骑单车，还是骑单车去找女朋友。哇，所以现在都不能自己出去玩吗？阿莫，你有没有自己出去玩的经验？我没有自己出去玩的经验。为什么不去？爸爸不让我去。他说现在外面坏人很多，不要去。我也不同意我女儿自己出去玩啊，因为我女儿才4岁而已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真的想要自己出去玩，有地方可以去吗？我们家附近有学校，只能到学校去玩。对。那有没有公园或是有游乐设施的场所？比较远，有小公园，小的，就只有溜滑梯跟那个单杠而已。但那是给12岁的小朋友玩的吗？那蚊子，你想要去玩，你有想过你可以去哪里玩吗？自己或是找朋友跟同学去玩？找朋友去玩的话，这真的是没有。但是如果真的有的话，我会到那个有些百货公司会附设一些小乐园，但那些都是需要电的。然后例如说投篮机啊、夹娃娃机那种的，就有点无聊，但是只能去那种地方，你知道吗？其實你訪問一下兩個同學因是感受得到，但係對下都市成員咧，佢哋想話簽地方搞，最近就你講係冇為何去，不過中下成員咧，如果係樣板，你透過你嘅樣片咧看一下，對美濃嘅厲害。美濃傳統嘅穿水橋法團本尊就係當地成員嘅訓練力，要通過水橋，帶些朋友才有勇氣面對未來。因為黏糊糊的天氣，請到了消除的管頭。不過玩幾次都很刺激，來美濃沒有穿到水橋，就像沒有來過美濃一樣。有朋友選跳是跳水頭，你敢想得到？刚才这个像是美浓成年礼的这个穿水桥的活动，不要说2位这个新北市的小朋友，连我从小在新竹宝山长大这个乡下的孩子，我都没有办法想象，哇，可以有这样的环境做这样的这个活动。假设从0分到10分，
让你去评分你有多想要玩或多不想要玩这个穿水桥。文子跟阿梦，我们看你们的分数好吗？扣有2分没有加的原因是因为我怕会撞到头。那你的看到他们在玩的感觉，你怎么看？感觉很清凉，很清凉，其实不用担心感冒的问题。蚊子呢？那个地方看到很多人都就是来来回回的就是穿过那个水桥，我就觉得那个地方一定很脏。但它不是像我们游泳池是固定的水哦，它是一个河流的感觉，一个水沟，那水是一直流动的，所以那个水不会蓄积在那边啊。知道，但是都市的小朋友会比较习惯在游泳池里面游泳。那乡下美浓的小孩有这样的一个游乐的设施，有一个这样的活动可以进行，你本质上是羡慕的吗？羡慕。活動上嘅老家đều không giống麼，人家就嚟看啦。Into 嘅也有同學係用乜嘅方式來整治家嘅遊樂空間。Into 後邊學校嘅創辦人記談比喻事件，發現 Into 做得個無意的素材，好本身嘅呢安心嘅去搞。故就佢就帶啲聲音呢去同安度他人講出家嘅想法。下後阿妹提巴的一個態度是，本家的正面嘅回應。用這嘢就會有意義，對下晝4點，一直到晏晡頭7點，記錄好唔可以本人查過，聲音呢就做得啲呀，睇各種嘅發通哦。你最後一個問題啊，到節目地圖要參考天選民間，尤其係各位同學，到底3號咧還有2日，是你哋連假過睇2日咧，兒童節樣辦過對你來講，就係最理想嘅。你理想當中，你最期待兒童節係樣辦呢？大家好好思考呢個問題。以上係呢個禮拜節目內容，附中教集大家收看。當然，你下個禮拜6下午7點半記得準時收聽。隨我時間不合，你再會，拜。一放學，每個都衝過去便利商店，跑得比田徑隊還快。我覺得它可以當正餐，所以應該是需要。便利商店是那種光天化日之下，而且防護系統還那麼好，還有人看着，就是一大堆監視器對着你。對啊，心裡想要這個東西，也想要這個東西，可是它只有20塊，他有2個都想擁有。